你是？想不到公主竟然背着你家夫君在竹林里与另一个男子幽会，你就不想解释一下？我幽会我的，有什么好跟你解释的？你，又是你！又是你！这次别想跑！够了！你什么意思？快点拔剑与我一决胜负！为何一见我就要动手？废什么话！当然是为了一雪前耻。你未尽全力。我输了。输什么输？不准让着我！再来！打不过我就点穴，给我解开！若是我解开穴位，你是否停手？不可能，不把你打趴在地上，我不是人。这个穴位，1个时辰自动会解开。怕了吧？你走了？你回来啊！回来给我解开！还讲不讲天理了？打不过就点我穴，刺伤你就干脆冻死我。都是江湖中人，怎么如此不讲武德？你回来了吗？我刚才什么也没说啊，你最讲武德了。这位英雄豪杰，能不能给我解开穴位啊？若要我为你解开穴位，还需保证不再对我出手。这点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不必了，女侠好自为之。哎，别！我保证不再对你出手了。果真保证？千真万确。你，我可没动手啊。无可救药。笑谈风月，提笔将往事写，笔墨来回，在漫漫的长夜，那年孤雁，回首桃花一谢。我笑谈风月，提笔将往事写，你是我人未解开的心结，故事里面有你的那夜，无人翻阅，落尘埃几点。还冷吗？你的伤无妨。我可不可以知道你的名字？多年前，你还不是这副容貌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真相的？若说怀疑，成婚当夜便有了。我知道你有任务在身，你若不肯说，我也绝不多问。你就不怕我对你不利吗？你不会。我先回去了。娘子，我不是你娘子，因为我不是福音公主。你不是福音公主，可你却是我的娘子。
是若你识破我的暗卫身份，我只有杀了你。凤芝啊，你说这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啊？老大，这么晚了不睡，怎么问这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啊？奇怪吗？嗯，我怎么觉得挺应景的？欧阳，你说一个本该为使命而杀你的人，却选择放下了刀剑，他是怎样的心思？那说明，相爷，你不对劲啊。你说，如果我完成任务，太后真的会放我自由吗？太后自然是这么答应的。可是老大，你我皆知，又有谁真的逃离过太后的手掌心呢？身为暗卫之首的我，不配做这第一个吗？配自然是配的，只是我的任务已然失败，太后定不会饶了我。可怪就怪在，我虽然失败了，但我却并不觉得我失败了。唉，这天地之间呀，能够让人忘记使命的东西不少，但是既能让人忘记使命，又能让人牺牲生命的，恐怕只有情了。你确定？相爷难道不确定吗？我不确定，生怕自己自作多情。数月前，我陈玉心中既无美人，也无英雄，可现在一切都变了。如两段夜怅然，云中月残时多余圆满，命多舛，情多难，谁被偏袒？月已散，夜坦然，想来你疏